晚上10点半到11点。一是手背放在腰下面，双手背在2颗肾脏下方，双手背紧贴着肾脏的位置。第一个动作，手背紧贴在肾脏的位置下方，躺着的时候，手背紧贴着肾脏的位置。脚趾回勾了。双手要抓脚趾头呢，双脚伸直，脚趾回勾呢，脚尖回勾，向上向内回勾。长寿就是要先排毒啊，就靠这个膀胱经排毒。有做那个双脚伸直，脚尖回勾，双手要去按脚趾头、大拇指、大脚趾头，身体慢慢向下压，帮助膀胱经排毒。第一个动作是双手背紧贴在肾脏下方，躺着的时候双手背就放在肾脏的下方。晚上10点半到11点，晚上10点半到11点，地气最旺的时候，做这个动作，内劳宫手掌内内劳宫吸那个地气，然后透过手背外劳宫，可能是相对的相同的位置，一个内一个外，然后再温暖加上